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。拉斯維加斯發生一宗慘烈車禍，一名24歲男子 Jalen Felton 於尋日傍晚喺北拉斯維加斯偷走一架救世軍康復中心嘅巴士，警方隨即展開地面及直升機追捕，嫌疑人喺市區瘋狂駕駛，最終喺 Tropicana Avenue to Grand Canyon Drive 交界處闖紅燈，毀滅性咁撞擊一名正常行駛嘅電單車手，導致對方當場死亡。Felton 目前面臨酒駕致死、肇事逃逸及重大盜竊等多項重罪指控。喺進入報道之前，請大家先訂閱、點讚同分享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哋維持製作質素、持續經營頻道嘅核心動力。拉斯維加斯兩條交通動脈尋日先後發生火警。清晨時分，一架公用事業卡車喺215號公路靠近 Rainbow Boulevard 路段突然起火，現場火勢猛烈並冒出大量濃煙。而早於凌晨4時，15號公路南行靠近 Prim 路段，亦有一架拖掛車剎車系統失靈起火，導致通往加州嘅物流運輸延誤幾個鐘。所幸兩宗事故均無人受傷。東拉斯維加斯居民請留意，為配合關鍵嘅防洪排水系統升級工程，位於 Sloan Lane 從 Vegas Valley Drive 到 Ruby Creek Drive 嘅路段，以及 Sahara Avenue 與 Sloan Lane 嘅交叉口，將由1月25號起實施為期1週嘅24小時車道限制。由於管制全天候持續，預計通勤高峰期將出現嚴重擁堵，建議駕駛者改道 Nelly Boulevard。帕拉克縣學區 CCSD 董事會正式完成換屆，新任主席 Emily Stevens 喺專訪中強調，佢嘅首要任務係簡化複雜性，帶領學區擺脫官僚鬥爭，並承諾將收緊學生行為準則，以改善校園紀律。身為家長代表，Stevens 表示將主導新任學區總監嘅尋聘工作，致力於提升低收入學生嘅學術機會。校園信任危機再度爆發 ，CCSD 警方逮捕咗22歲嘅 Eldorado High School 志願者 Nicholas Jefferson， 指控佢涉嫌同學生發生不當關係。令人關注嘅係，被告喺舊年秋季先至通過背景審查，此案引發家長對志願者審查機制嘅強烈質疑。學區以永久禁止其進入校園。西南區9200 Block of West Russell Road 發生今年首宗涉及警員嘅槍擊事件。警方接報處理一宗家庭暴力案件時，目擊一名男子喺公寓門口持槍指嚇一名女性。為咗保護受害者生命，警員果斷開槍擊斃嫌疑人，受害女性安全獲救。發生喺 Arts District 附近嘅一宗槍擊案有新進展。被告 Alessandra Blee 聲稱喺拍攝過程中意外走火，導致模特兒死亡，但檢方展示其生前曾喺社交媒體揮舞槍支嘅錄像，並指控其行為屬於極端魯莽。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。北拉斯維加斯居民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。前 FBI 特別探員 Aaron Rouse 指出，隨住國際局勢緊張，拉斯維加斯作為全球地標，可能面臨伊朗潛伏小組嘅恐怖威脅。警方呼籲民眾落實睇見異常，立即舉報，特別係喺旅遊區發現行為格格不入嘅人士，應即時報警。內華達州參議員 Jackie Rosen 公開譴責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， 一名當地司機喺接受法庭判刑前遭 ICE 強行驅逐出境。Rosen 批評此舉無視司法程序且已經失控，破壞咗地方司法系統嘅權威。喺達沃斯論壇上，特朗普總統正式簽署和平委員會憲章，旨在處理加沙重建。名單顯示沙特阿拉伯以及多個中亞國家已經加入，但係法國、英國等傳統歐洲盟友則選擇缺席，顯示全球外交版圖正出現新斷層。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你哋嘅支持係我哋製作影片同經營頻道嘅最大動力。